玩完通頂捨得翻嚟啦咩？係啊。我一陣間要出嚟啊，晏晝嗰餐你自己搞掂佢啦。哦。喂，係，我會翻公司整啊嘛，係咁，拜。係咧，全靠家屬拍你識咋。不如我哋入去睇下咯。你冇事啊嘛，使乜帶你睇醫生啊？小姐，初步估計你應該感染咗 HIV 嘅病毒，我建議你可以先去做一個愛滋病嘅測試。發生咩事啊？